像说罗汉阿罗汉啊，阿罗汉要变化一个化人，可以。要叫这个化人再化一个化人，阿罗汉做不到，一般做不到了啊。那当然，神通和这个他的功力有关他这个什么的程度不同了哈。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说他告诉我们他说神通不为就是不独独不仅佛陀才有佛弟子中的阿罗汉圣者也有，不过从化起化，从那个化人变化了再起变化，声闻弟子所不能做到。经中有说到6种神通，这里说的是世尊的神通，是神境通。神境通又叫做神足通可以变化无碍那么由于世尊神境通的力量做出种种的变化人，由这所变化的人又复就是又又变着各样各式的变化人是从化起化的比喻，就说明作者作业者都是如幻如化。如最初以世尊为根本的变化出来的人是变化人还能起变化，所以所比喻的作者那么所以有变化人所做出来的变化人和变化事是从幻起幻，如以无明爱而起作业的起作的业。其中一个问题如幻如化，经中所常说，但只有自信的学者以为所幻化的可以是假的，但是幻化到底有能幻化者才能成立这个假必依实问题来了。他说你那个我知道他说这个是实在的这个是假。佛陀怎么这样说？佛的身体是有自性的吗？佛的身体五蕴身还是什么因缘和合的，还是空无自性？要注意到这边，我们如果再执着这样就糟糕了。龙树菩萨说水是救活的，水再起火就难救了他说诸佛为了破一切见才说空华嘛如果再诸空，那就诸佛所不化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说，归结到这个实有他们认为是假必依实，所以认为有实有自性，实有作者，所有受报的。那么现在呢论主回应了不要再执着世真是实有的否则的话如果在追那个6块一样，终无了期烦恼即业，作者即果报，没有一法是有自性的一切都是如幻如梦如愿如想幻是魔术所唤起的牛马等相，梦是梦境，焰是阳焰，就是日光照到潮湿的地方蒸挖的水蒸气那么出现一种水波的假象。鼓这个响是鼓山谷里头回应，是人在深山发声音，那么它回应过来的，这个同样都是不实际的那这样的时候都是无助性可闻可见而现有，但是都无助性。这个比喻是无助性空，但空不是完全没有，而是有种种的假象，因缘和合的业果报的用都有，但是没有助性而已。没有助性才可以修，可以断，可以证假使什么都没有，也就不会举这个比喻了，而应该以说这个使女儿来做比喻，没有那种人嘛那么所以如幻等比喻自性空，又比喻假名有，这是双向命题它是自性空，也是假名有，也就因此一切法即有即空而无碍。开化这个开示的这个佛陀的中道，这三颂不仅仅是总结本品，世间集的12品也是由此来做总结了，有没有？世间品有12品这个都整个有没有12品？从这个地方来做总结，一切无自性而假有，假有而无自性，所以
讲它的无自性，也是讲它的假名有，肯定假名有的存在。假名有是因为自性空，自性空才会引起有啊，这样是两边啊无碍，这样的中道啊。我们先讲到这里啊。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成立于1984年4月。最初是由开正上人、禅道法师及佛教界有心人士共同为编辑一套实用佛学百科全书而发起成立的，为期11年，斥资7000多万，投入无数的人力物力。这一套由佛教历史学者蓝吉富老师所主编的《中华佛教百科全书》，终于在1995年悉数出版。中华佛教百科全书是一部综合性、全面性的佛学百科全书，一套共计10巨册，内容包括正编8册，乃佛教词汇的系统说明。有些条目还甚至附录了古代相关文献及现代学术论文，而且大部分条目之后都附有参考书目，以供读者进一步的参考与研究。另有资料篇1册、索引1册，可供查阅检索。2001年，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光碟版终于在众人的引领期盼下正式发行，以满足现代佛教徒使用电子书的需求。除了中华佛教百科全书之外，本基金会的出版品尚包括精通训诂声韵学的魏南安先生所主编的《重编一切经音义》一套3册，这是将唐朝慧林大师的一切经音义与玄印大师的续音义重新加以校勘编纂而成。另外也出版了由蓝吉富先生主编的《应顺吕程佛学词典》，希望能将20世纪华人佛学界的2位大师应顺导师与吕程居士毕生的研究成果，尽快地传达给这一世代的佛教徒与佛教学者，使有心深入佛法意海者得以快速掌握其思想精华。除此，目前尚有台湾佛教词典与广运集运的重编工作正在进行中，有意赞助本基金会之出版品者，敬请来电06-313-6709洽询。
将心，温暖在心，标记相好。